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大稻埕夏日节，昨正式来开幕。伫个大稻埕的码头放烟火300秒，有68000人到场欣赏。散场的时阵，有人坐坐稳，坐电梯来插队，当场爆发冲突。 灿烂烟火射向夜空，配合音乐，佫出现各种的色水佮造型。一年一摆大稻埕夏日节，伫昨开始，前后300秒主题烟火表演，有真侪乡亲去欣赏。规个大稻埕码头人山人海，散场的时煞冲突。那就唱你的啦，你要去电梯的入口，人是有够多，一个穿黄衫的查甫人徛伫电梯内底，甲排列的人伫玩 game。坏人呐！我们在那等老半天的啦。啊，我知道是不是啦？你没有看吗？啊，我刚只有看到，啊，我就让我出来。原来是有人不满这个查甫人插队坐电梯，想要甲伊理论，双方拢无要商量。其他人想要做公亲，不过呢，双方火气敢若比多放出烟火更较大。 最后，这个查甫人无坐电梯，现场人讲，两人各位楼顶弯来到楼骹，加在警方到现场的时，双方都无动手，最后是分别离开。插队之后，他态度也没有很好，所以就有一些争执这样。叫校那个已经到1楼了，然后上面在骂的人还在等电梯。编排122名警民力进行交通疏导及行人安全维护工作。大稻埕烟火表演吸引68000人到现场欣赏，散场的时人真侪，大同甲三重分局拢出动真侪警察，疏导人潮甲交通，嘛呼吁乡亲遵守排队的秩序，唔能讲看完烟火嘛规巴都会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